兄姐妹平安，平安，很喜乐。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参加今天晚上的培灵会。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刘小婷牧师在我们的当中，等一下跟我们分享信息。那在那之前，我们一样要先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诗篇27篇第6节说：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歌颂耶和华。好不好？这时候让我们站起来，我们要一起用最大声的声音来向我们的神献上赞美。让我们一起来拍手。我全心传扬你的奇妙作为，我因你欢喜快乐，歌颂你生命，直到永远。你大能的膀臂从未曾所见，向我们彰显美具应许的恩典，从未停歇。你斥责风和浪，仇敌都转身逃亡。当我开口大声歌唱，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看前方，你恩典已经预备，仇敌都羞愧因我赞美，高处或低处我都赞美，主生命在我里面胜过全世界。我全心传扬你的奇妙作为，我因你欢喜快乐，歌颂你生命，直到永远。你大能的膀臂从未曾所见，向我们彰显美具应许的恩典，从未停歇。你斥责风和浪，仇敌都转身逃亡。当我开口大声歌唱，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看前方，你恩典已经预备，仇敌都羞愧因我赞美，高处或低处我都赞美，主生命在我里面胜过全世界。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看前方，你恩典已经预备，仇敌都羞愧因我赞美，高处或低处我都赞美，主生命在我里面胜过全世界。我有平安，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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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平安，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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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举起手来唱。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看前方，你恩典已经预备，仇敌都羞愧因我赞美，高处或低处我都赞美，主生命在
胜过全世界。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看前方，你恩典已经预备，仇敌都羞愧因我赞美，高处或低处我都赞美。主生命在我里面胜过全世界。哈利路亚！我们要用我们最大的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不停的来赞美，因为我们渴望更多的来遇见主，更多的来遇见主。哈利路亚！那么继续站立来敬拜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要说，我们遇见困境，遇见挑战，我们仍然要用信心来赞美你。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将眼光转向神，因为我们渴望更多看见主的荣耀，在这个教会，在每个教会，在这个每个家庭里面。主啊，我们渴望今天就来被你的话语摸着，今天就来认识你。我们不要再看见教会里只有一群固定的人，我们渴望看见更多的人，更多的世代一起来敬拜你。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领导这地。我们等候主，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领导这地。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神灵如风地吹进每颗枯干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合一敬拜你。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领导这地。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神灵如风地吹进每颗口干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
向父亲，每个时代合一敬拜你，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呼求复兴领导这时代。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呼喊，呼求复兴领导这时代。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呼喊，呼求复兴领导这时代。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神灵如风地吹进每颗枯干的心里，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合一敬拜你。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合一敬拜你。这时候，邀请我们的林耀兴牧师来为我们祷告。请坐。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满心的感谢，谢谢主，主你为我们预备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聚集。主，我们为着是要来从主你的忠心的仆人刘小婷牧师来去分享从主你领受的话语，要来让我们再一次在我们的灵命再一次得着培养，再一次得着从主你来的复兴，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上面能够再一次得着从主你来的话语的建造，使我们不再是只是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让我们透过我们不断的来培养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透过我们这样子不断的渴慕，不断的来寻求，让主你的灵不断的来充充足足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主你来翻转，被主你来更新。我们再一次恳求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使我们看是看得见，听是听得明白，让我们能够回转过来，我们就得着医治。愿你照着你的信实成就你的心意，在你所有的这些凡渴慕主你的话语的弟兄姐妹生命当中，让我们透过主你的话语再一次得着翻转。感谢耶稣，赞美耶稣，祷告不被奉靠主的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将时间交给我们的刘小婷牧师。好，好，可以，谢谢牧师。大家晚安。好，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平安。
因为这个时代很不平安。我们在这个周末，我们会一系列用平安，大家来思想下面是金钱平安，做我们的主要的主题。那今天晚上我们第一讲要来讲平安从哪里开始？从家，家是平安的港湾啊。我们的主题经文在这3堂都是一样的，我们大家先来念一下，很重要，在这个时代，我们一起来读，请。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走了，2000年前，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结果经过2000年以后，我们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平安。耶稣不说：“我留金银给你，没有；我留下能力，没有。”耶稣说：“我留下平安。”哇，经过2000年啊，我们到现在已经到了26年了，我们突然发现。平安好重要，尤其经过疫情，平安好重要。这个世界上现在真的很不平安，啊！你唔捌想讲一个总统伫因兜，结果叫另外一个国家派人家抓去审判，好奇怪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委内瑞拉总统坐在家里面，结果被美国川普叫人家去你们国家把总统抓去审判。这是什么情况？但是有人说怎么可以这样？有人说谢谢你，因为我们已经拿这个总统没辙了。因为委内瑞拉的毒品、暴力、腐败，我们没法度啊。所以有人说川普是恶魔，有人说川普是上帝的使者。我举这个例子，我不是说大家应该要赞成还是反对，我举这个例子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现在变得很不平安。因为没有办法，所有人都同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个时代过去啊，这是一个足不平安的一个时代，很不平安的时代。所以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们要体会到，耶稣留给我们的是全世界最宝贝的。也基督教的独家秘方，其他的信仰伊无都给你保证你一定平安。不管发生什么事，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了。”所以呢，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最后一句说，就有2句话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哎，你们发现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困不起，不是困不起。较早咱较侪会，较早咱是困不饱，上个日困不起，我应该要死去哦！啊，都希望有更多时间睡觉。就现代的人忧愁，好多的忧愁，为经济忧愁，为工作忧愁，尤其这个时代是忧愁的时代。为什么 ？AI 来了，人工智慧来了，怎么办？你要被取代了，机器人做的比你好了，怎么办？所以 AI 的时代会怎么样？没人知，跟他讲台语上知 ，AI 就是 AI。以后的时代吼，保证你一定会哀，大家用哀别叫母啦啊，惨嘛惨嘛，怎么办？跟不上时代，跟不上时代，因为 AI 太恐怖了，车子自动开，什么东西将来都是机器人，都自动化，所以你不会电脑，你不跟不上这个时代，怎么办？迄阿嬷较早钱哦，填咧裤袋啊内底，现在没有了，看不到钱了。都是手机转账，转来转去 ，Line Pay， 时代一直在改变，但时代越改变，我们越感觉到我跟不上，我跟不上，我跟不上，越改变得太快了。所以 AI 的时代，让我们对未来没有把握了。以前是未来很有把握，认真读书就对了，就这么简单。认真读书，将来拢免烦恼啊！认真读书，考上好的学校，将来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会有好工作，有好工作就会有好家庭，
有好家庭就会有好儿女，有好儿女，将来你退休以后天伦之乐。请问现在有吗？我们在座的长辈，有谁认为说将来你会三代同堂？啊，我跟你讲啦，后盖就恁囝讲我妈你家大，你唔通记啊。啊，我囝足友好的呢，差距太大了。AI 的时代，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价值观，跟我们这种农业社会出来的，已经差距太大了。所以你就发现，这是一个忧愁的时代，这是一个胆怯的时代，想到都惊、害怕。所以耶稣说：“我给你们平安。”可是耶稣给的平安在哪里？平安在哪里？在家里。基督徒要知道，上帝给我们的平安从哪里开始？你要去哪里得到平安？来教会当然有平安，但是一个礼拜才来2次，分量有一点不太够哈。真正每天叫你平安的是回家。疫情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这个时代哪里最安全？自己家。上学上班都不安全。上帝用疫情告诉全世界，你们全部要回家。所以上班再加上，上学再加上，家最重要。上帝在这个时代向我们传递一个讯号，家是最重要的。所以家是平安的港湾。这里有一句话哈，郭扎朗共为哈很有意思哈。他说，如果父爱，就是爸爸，爸爸很重要哦。爸爸爱一个家，哦，老爸若疼这个家庭，老母就点点。哎，有没有意思？哦，意思是说，如果爸爸不爱这个家，妈妈会怎么样？会吵嘛，都会弯嘛，哦，就会开始闹情绪嘛。所以这句话很有意思：父爱则母敬。这个家就平静，家里的气氛就很好。好，那母静呢？妈妈如果安静呢？谁最服气？小孩。哦，因为妈妈若心情歹，要骂唔敢骂因翁，拢马上，拢马惊。所以爸爸没有给妈妈爱，妈妈心情不好，哦，就找小孩子出气。所以他说：“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孩子就有安全感。那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我们每次都知道最后一句而已，家和万事兴。家和要怎么样才会家和？前面还有3句，要父爱母敬，母敬子安，子安家和。”家和才会万事兴，家很重要啊！所以我来问：如果世界没有你，有没有差？有没有差？世界没你啦，你都没来世界啦，有差不？啊？你觉得有没有差？世界少了你有没有差？有啦，一定有差，不然上帝干嘛创造你？对不对？世界没你更加好，我跟你讲。如果你是一个能力不足的人，你在拖累全世界呢，对不对？啊，我们有一些姐妹回去照照镜子，哎，你在拉低我们的小姐们的平均颜值呢，哦，世界没有你会更好呢，对，那你说没有呢？人家我很优秀呢，你也优秀哦，越优秀的人，世界没有你才会更好。很简单的逻辑哈，你全班第10名，结果你没去啊？请问谁高兴？谁高兴？第10名以后的才会高兴嘛，对不对？啊，因为你第10名，第1名到第9名，你不在，他没差嘛。你懂这逻辑吗？所以你现在知不知道，如果第1名不在了，谁高兴？大家都高兴。你不要觉得优秀，优秀的人挡住很多人的路，所以你越优秀，
越多人讨厌你。你们年轻人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你很优秀，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要扛得住，会有人嫉妒你，对不对？女生很懂这个道理嘛，对不对？谁的朋友最多？美女的朋友多，还是非美女朋友多？啊，当然是非美女嘛。你美女谁跟你在一起啊？人家本来觉得我长得还可以，跟你在一起，眼光都被吸走了啊。所以自古红颜多薄命。你不要以为长得漂亮了不起，长得漂亮其实很辛苦。长得漂亮在女生当中很容易被排挤。越多男生喜欢你的女生，在班上越难找朋友。你们应该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吧？不要装不知道好吗？这个世界的定律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世界没有你不但没差，甚至有人觉得没有你更好。这个世界很残酷，千万不要觉得世界没我没使，没这个代志，没你更好嘞。我们的价值不是在世界啦，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啊，家里少了你有没有差？你不要跟我说没有啊，你就吓死我了。啊，你给他回去哦，没回去嘛，没人知，不会吧？啊，家里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你。这个家里可不可以投票政党轮替？啊，小朋友投票说这个妈妈不太行，煮菜又难吃，我们民主投票，啊，政党轮替，爸爸讲爸爸，我已经投票通过啊，你也当去换一身，啊，不能的，你知道吗？家没有在比谁优秀，记得这句话。家绝对不是比谁优秀、谁好看、谁能干，不是。家就是让我们学会什么叫做爱。圣经说，越软弱的，你要怎么办？你要越爱他。家就让我们学会接纳彼此的软弱，这就是家的奥妙。所以，我们今天来读一段经文。在诗篇这段经文，他是这样说，好，我们一起来读。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怎么样有福？变为有福，什么福？你会发财吗？你会漂亮吗？什么是有福？后面就说了，什么叫有福？后面说怎么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的好有福哦。怎么有福？就是你的家庭家和万事兴。圣经说，上帝赐给你最大的福气，不是让你什么病得医治，让你发财，让你聪明，都不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福是什么？是家。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认真的来思考，什么样的人是真正有福的人？耶稣说：“我平安留给你们，去哪里得平安？家里。”所以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你一定要从家里出来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上帝要派你来世间，干一定要对恁兜出来？有没有别的方法，让世界有人类不要透过家庭？有没有方法？你们都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哈？来，你想想看，如果好，现在我们来开一个会，说啊，我们现在来开会，我们在天堂开会，说哎呀，一个人从家里长大太复杂了，啊，太复杂了，还要有爸爸有妈妈。我们用更简单的方法，让世界上有人类。有什么方法？发挥一下你的创意，有什么方法？啊？
可不可以树上长出来？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会发拔啊，会发莲雾，就长专门的发人就好啊。而且有不同的品种哦，这棵树专门长黑人，这棵树专门长白人，这棵树专门长亚洲人，可不可以？如果上帝要这样做，可不可以？可以呀。不像憨吉啊，对头啊补出来啊，就在地里面啊，10个月，这个人就站起来啦，可不可以？可以啊。10个月不够，不然2年，直接长2年就站起来走路了，可以。不然呢？送子鸟啦，叫他叫啊，给他昂呀上来了，很多方法。上帝要把你创造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方法，但上帝却选了一个最复杂的方法，说一定要有人把你生下来，而且你生下来以后，一定要有爸爸，一定要有妈妈，一定要有2个人结婚，彼此承诺，说我不会离开你，不能够生了一个孩子不管他，这是上帝的定律。上帝要把平安给人，一开始上帝就把你放在家里面，所以你来看一个家庭然后昂呀出来那个整个家的气氛都不一样啊。因为我才最近我的大女儿才刚刚生了小 baby， 也不是刚刚1岁了啦，从她刚生到现在这1年来，我们做阿公的恁好弟啊，做外公啊都好高兴，真的每天手机都在看，哇，真让他笑，你知道？哎呀，好可爱哦！那个女儿拍她的影片1分钟，看10几摆，看了再看，看了再看，看了再看，家己感觉看，家己他妈的笑啊，好高兴！一个新生命带给一个家很大的祝福。各位，你也曾经带给你的家庭很大的祝福，只是你忘记了。很久很久以前，在几十年前，你刚刚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也是那时候可能还是三伯哀时代，可能还是接生婆的时代。那个时候因为你出生了，家里要请人家吃油饭；因为你出生了，可能要煮红蛋；因为你出生了，大家会围绕着你，很多人来帮忙抱你、换尿布。那个时代还没有那个丢弃的尿布，那个时代尿布还是要水洗的尿布，好多人一起帮忙照顾你。每一个人来世界，都带给这个世界很大的希望。上帝怎么带给世界平安？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上帝给的平安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于你的家。你在班上不是最聪明，不是最漂亮，不是第1名，不要紧，不要紧。你回来恁家的时候，恁母照常煮饭给你吃，绝对不会说你今天考几分，考60哦，那就今天不要吃饭了哈。还说考80才有肉哦，考60只有吃韩籍哦，不会的。一个健康的家，不管你考几分，不管你第几名，回到家都有饭吃，回到家都可以看电视，回到家都可以睡觉，这就是家。所以上帝让每一个人从家里出来，这就是平安的源头。所以我们不可以去家外面找平安，你不要去公司找平安。这个时代常常拆散家庭，把爸爸锁在公司加班，加到好晚才回来，这是这个时代很大的悲剧。因为你为公司卖命，等你老了，董事长会来帮你换尿布吗？我们弟兄们，你一辈子为公司卖命，等你退休了，回家了，你的青春都给了公司了，等你现在卧床了，董事长会每天来问你说：“你今天好吗？”会吗？不会。是谁来问你？是你太太，是那个被你嫌弃几10年，一天到晚跟他吵架的人，现在在你的旁边。对，我认识一个牧师的家庭，那个儿子是在荣总当医生，
后来跑到罗东来开业，啊，是很好的一个医生，生了6个小孩，啊，全部都男的，啊，然后，他把他爸爸也接到这边，后来我有一天去看他爸爸，老牧师，很尊敬的牧师，呀，去到那边的时候，然后那个牧师已经有一点老年痴呆了，啊，然后师母在照顾他，因为年纪大了，80多岁了，所以呢，再请一个外劳照顾他。结果他就跟我说，有一天，他爸爸吃完饭，就拉着那个外劳的手，说：“来，我们来睡觉。”就拉那个外劳的手说：“走走走，睡觉了，睡觉了。”我孙女当边气个要死，说：“什么意思啊？我们请他来照顾你，没有包括睡觉呢，啊，你为什么叫他跟你去睡觉？”我说：“我很可怜呐，我那个时候跟着蒋总统到台湾来啊，孤苦无依啊。”对，师母在旁边说：“你老婆呢？”啊？太太问他：“你老婆呢？”他看着他太太，死了，死很久了。看你也气死也未？好。逐工咧甲照顾，顾甲伊已经唔知影人啊，带外落讲去房间困，问他说：“你某哩对，等你边讲你死去啊？”我还讲你死足久的啊，死很久了。请问这个太太要不要继续照顾他？这叫做无条件的爱，这叫做家。你不认得我，我还照顾你，这叫做家。家是什么地方？平安的地方。家会让你知道，你在世界上没有价值，你在这个家永远有价值。我妈妈86岁，现在住在新竹的安养院，我弟弟在照顾她。所以我只要有机会回台湾，我就是每天，我就从台北开车，因为我在台北有很多的服侍，但是我就每天，养老院规定只有2点半到3点半可以看。所以我就每天开车从台北开到新竹去看他。有的时候他认得你，有的时候他就昏睡。要不要去？难道你说先打听一下，今天认得人我才去啊？不认得我就不去了啊？没有的。不管他认不认得我，我就是要去看他，因为她是我的妈妈，她或许把我养大。在以前那么困难的时代，他这么不容易把我们养大。现在不管他认不认得我，我就想要去看他。每天就去看他，就带他背圣经，背诗篇23篇，带他唱诗歌。这样的时候，一带我唱歌，今晚我带他唱歌啊。我们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才知道，你们教会也很厉害。你们教会一个弟兄每天要讲40分钟的故事给他爸爸听，这就是人生。什么是家？家就是你不管变成什么样，你永远有价值。这种事情，你离开家在外面，你就卖想啊，你就卖讲啊，不可能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价值在哪里？在家里。我每次都建议弟兄在外面工作要留一点体力给家里。因为有一天你老了，公司不会派人家来照顾你。有一天你老了，照顾你的就是那个被你嫌弃的。所以以后，这个是不是我讲的？这是科学统计哈。男生跟女生谁比较长寿？女生比较长寿，所以将来坐轮椅的是谁？通常是男生。好，我常跟弟兄说，你要想清楚。以后你太太怎么推轮椅，是你现在怎么对她决定的，不你后盖你也都不知啊。我刚刚讲那个医生，他就说，他看到他爸爸这样，他就觉悟。我工作虽然很忙，我一定要陪我的孩子。他说，因为有一天我都已经认不得人了，我哪知道他喂我吃什么东西呀？所以我如果希望我将来没有这个危险，我的孩子不要乱喂我吃东西。不要把那个过期的，不要把那叫他不吃的丢给我。如果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我老了，
他会好好的照顾我。虽然我已经不知道他会不会好好照顾我了，但我现在对他好一点，至少我相信他以后会好好照顾我。家不讲能力，不讲条件，家就是一个完全被接纳的地方啊。但是我们的华人有一个问题，我们很完美主义，所以我们的家常常伤害我们。我们的家常常觉得你要够好，你若不像隔壁的人去考试外高考嘞，啊，你若不像什么人能够赚钱外高赚，我们发现，我们常常被完美主义控制。啊，完美没有错，但是人要接受不完美，家就是接受不完美的地方。啊，请问你有没有发现，别人家的小孩都比较听话？有哈，他来你家都很有礼貌哈，哎，但是那是别人的，对不对？你会发现别人的先生比较体贴，讲话拢袂大细声，哦，因为大细声你也听不到啦吼。可是你就感觉到，你看人家的先生对他多好啊，你有没有觉得人家的太太都比较能干？好，我们人就是这样，吃碗来看碗话。我们经常都会期待我的配偶应该要更好一点，我的孩子更好一点，孩子也会期待我的爸爸妈妈更好一点。我们的整个文化都围绕着完美主义，我们期待一个非常完美的配偶、完美的孩子、完美的父母，所以我们大家就不知道怎么面对现实的状况。几乎每个男人都在期待。啊，我的太太可不可以在家能够很听话，出去外面又很会交际应酬，在家又会带小孩，又会帮我投资股票，又会做饭，又不会情绪化，又长得又漂亮，而且不太花钱保养，看起来都很年轻，不管孩子怎么生都不变形，哇！世界上有这种女人吗？啊？你不能说，你不能因为你不是你就说没有嘛。我的问题是，就算有，弟兄们，轮得到你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这么棒的一个女生，我们说她真实存在在某地方，你把东西借给你抽号码牌，你们摆个都位去啊？凭什么这个人家要挑你？我们就很自我中心，都觉得我配得更好的、更好的、更好的。都不想想看，我这种条件，我值得更好的吗？所以上帝说，圣经上说，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在家里面学什么？学不要那么完美，学忍耐。什么是爱？外面讲爱讲的天花乱坠，圣经最实在。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第一句话，兄弟说卖讲啊这啦，爱就是什么？忍耐，不是忍耐，是什么忍耐？恒久，不是今天一拜、两拜、三拜，就是你要恒久忍耐。然后后面又讲爱是巴拉巴拉巴拉，讲很多哦，跟他宝宝上来吼，一里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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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收尾了，凡事盼望，对不对？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最后一句呢？凡事忍耐。哎呦，原来爱是用忍耐开始，用恒久忍耐开始，用什么结束？凡事忍耐。起头恒久忍耐，就是讲你那个生活足久的嘞，你要忍耐很久很久，最后呢，凡事。一个恒久，一个凡事，你要走哪里去？你要走到哪里去？圣经就讲这么直白。什么是爱？爱不是玫瑰花，不是浪漫，不是圣诞树，爱是什么？忍耐。从忍耐开始，在忍耐结束，这是爱。所以什么是平安？不是风平浪静，平安是你遇到任何的事情，上帝给你力量，忍耐。
忍耐才会有平安，因为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从你来世界的第一天，你来世界的第一秒，你在干什么？哭。什么意思？上帝说：“恭喜你来到世界上，请你要记得要忍耐。”因为什么哭？你一出生就开始哭。上帝说：“小心来一个，差不多7-8年就结束啊。”要忍耐啊！小朋友真的一出生就忍耐，为什么忍耐？他不会讲话，大人也要忍耐他。他不会讲话，只会哭。如果不是长得可爱，早就捏死他了。忍耐，他也在忍耐，我们也在忍耐。整个成长的过程，忍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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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阶段都有既可爱又可恶同时存在的场景。每一个年纪，青少年很可爱，但也很可怕。其实每个年龄都是又可爱又可怕，人生就是这样。对，等到你说我的孩子长大了，我以前小时候我们有4个小孩在养的时候，我就说孩子什么时候才要长大？好累哦，长大我就轻松了。别人就警告我，唔通安尼想哦，等他长大你就后悔咯，等他空巢你就想念他咯。你现在觉得很烦，走到哪里都要带着你，等有一天你想带他不跟你咯。人生就是这么矛盾。什么是平安？不是拢卖出代志，大家拢好天，不是的。平安乃是上帝给我们力量，忍耐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我不完美，我爸爸妈妈不完美，我的配偶不完美，我的小孩不完美，教会不完美，学校不完美，公司不完美，但没有关系。因为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你在家里面学什么事情？学接纳，学会同时接受好与坏。所以圣经上怎么说？圣经上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如果没有爱，你的忍耐是很痛苦的。可是如果你有爱，你就会知道那个忍耐它是会帮助你成长。那个忍耐，你会看到你自己开始在改变。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孩子从不会讲话到会讲话，从不会走路到会走路，那个过程你付了很多的代价，但因为你有爱，所以那个忍耐是非常值得的。你就会看到那个爱的忍耐是会带给你成长，带给他成长，所以我们就会非常的喜乐。所以这就是家。圣经里面怎么说？上帝自我介绍的时候，上帝说：“人家说你是谁啊？上帝你是多少神啊？”神怎么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上帝这样子自我介绍。上帝说：“我就是恁阿公的上帝，恁爸的上帝，跟你的上帝。”代表上帝经得起时代考验。上帝说：“我是农业社会的上帝，我是工商业时代的上帝，我也是人工智慧时代的上帝。”上帝会看到我们的时代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上帝让我们看见不同的时代，我们一起经历上帝的作为。所以信仰要在哪里？要在家里。信仰要带回家。一个人信了耶稣，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最大的改变就是他开始接受我的爸爸妈妈很多不完美。以前我真的很气爸爸妈妈，真的以前都不懂，用他们的时代的教育我们，对我带来很多的伤害。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要学会什么是平安。平安不是给你完美的父母，平安是你懂得用正确的心态看待父母。我们懂得正确的态度看我成长的过程，所有的眼泪都变成泉源，流泪谷卡在加一把晒，人流了眼泪才开始成长。于是乎，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过去的成长过程当中，最后就会说：“我感谢你。”哦，有的时候这是很漫长的过程。我们爸爸是牧师哈，哦，我爸爸又是东北人，我爸是大陆沈阳的，所以我是外省人嘛，哦，东北人哦，因为天寒地冻，脾气很暴躁。我爸爸就是那种会动手的，啊，然后他有时候他管教你就是会打你哈，会管教你，可是呢，他打完他就忘了，你知道吗？那我妈妈是广东人，所以我们是有北方有南方。我爸爸我骂一顿，然后过一下他就忘了。可是我身体里面也有南方人的血液啊，所以我还是会黯然神伤。我会在那边心情不好，我爸爸会过来说：“干嘛？谁弄你啦？”我心想说：“你得失忆症了吗？刚刚就是你骂我的啊！”我不敢顶嘴，我说：“啊，没有啊。”你就在这种家庭长大，很矛盾，爸妈常常吵架，真的，你们都不相信，我们牧师囝哈，爸妈吵架的时候，我那时候应该是高中了，在教会也学了几招，奉耶稣的名斥责啊，那个不夸张，他们两个吵架的时候，我过去奉耶稣的名命令那个争吵的灵从我们家离开，哦，我是老大。想讲我现在已经当大人啊吼，我要对家里有点贡献啊，官贵了对了，啊，你看就是这样，就是在学。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常常觉得，我不管怎么做都得不到爸爸妈妈的称赞，都得不到。我们是这种家庭长大的，所以有段时间我都会祷告，我说：“上帝啊，爸爸服侍你也很辛苦。”早一点让他息了地上的劳苦啊！啊，在你那边好的无比，对不对？好的无比，赶快去啊！不然他们家乱呐，对，好的无比，他这边的他，哎呀，他这边好的无比，大家都解脱，就有这种心理过程。感谢主，神没有听我的祷告，啊，爸爸后来还活蛮久的，80几岁，但是当爸爸老的时候，我比较懂事了，爸爸还是那个爸爸，但我已经懂得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看到爸爸为了养我付出多少的辛劳。我懂了，不是他改变，是谁改变？是我改变了。所以我就懂得，等爸爸年老的时候，在医院，我开始摸着他，我说：“爸爸，你这个头，其实你很帅哎。”哇，我爸爸从来没有就是这样抱过，因为以前那个年代很不习惯用肢体表达，对，所以我就不会。所以等到我爸爸很老，我摸着他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说，生命就这么奇妙。我在几10年前，我从来不敢想有一天我会在我爸爸旁边跟他可以这么亲密，跟我爸爸是很有距离的。对，那我跟我妈妈也是这样，妈妈也是从小师母都很多上帝的话教导我们。啊，我就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天回家，妈妈就说：“你现在长大啦，啊，你要学会怎么跟我们沟通。”哇，不知道去哪里听演讲，跟我沟通哇，套起两把条规讲，没跟我沟通啊。那天就因为我们家就住教会嘛，就礼拜堂旁边有一个像你们这样的教室，我印象好深刻。坐在会客室，妈妈就说：“来，你坐下，来吧，你讲，觉得爸爸妈妈哪里不对？啊，你是老大，你觉得爸妈哪里可以改进？啊，你讲，我们就会改变。”真正懵大，你知道什么叫不懂事？这种话你怎么会相信啊？我就讲，啊，好单纯，就讲说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哦，开始，哦，替弟弟妹妹宣言宣战，爸爸哪里你跟爸爸怎么样啊？啊，妈妈就开始微信坐在一起抽，哦，一直在那边哭。我真的那时候大学是这样回想，怎么会有这么北吧我啦？我坐在那边想说，哇！传说中的圣灵充满，哦，妈妈被圣灵感动啊，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怎么样？你们会不会背那段经文？啊，圣灵来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叫你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我想说，哇，妈妈一定知道哪里错了，就在那边擦，一包卫生纸啊，那切不掉去。最后妈妈说：“还有吗？”我也忘了我讲多久。我说：“应该就这样了。”真的，我那印象太深刻了。我现在讲的时候，脑海就浮现那天我坐在那个会客室，妈妈坐在旁边抽卫生纸，历历在目。啊！我说大概就这样了，没有了哈。我真的是太白目了，我都神经太大条了，我都不知道妈妈伤心。妈妈最后讲说：“好，算我白养你了。”啊！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相信沟通这2个字。我是这样的家庭出来的，所以你知道，我们这种家庭出来，如果时代不改变，没问题。我就会像朱自清一样，看到爸爸的背影就莫名的感动。好，但是时代不一样了，我会批判父母亲了。对，现在的年轻人看到爸爸的背影会感动吗？啊，顶多啦，关系不错了，顶多说爸，看你的背影，该减肥了，哦，顶多这样而已嘛，能讲出什么东西来？我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我体会到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当你读圣经，你会开始跟你家人的平安从家开始，你会开始自然圣灵工作，你就会成长，你就会非常感激你的爸爸妈妈这么不完美，但是他坐在你身上的无价。你不会去改嫌吗啦？你知不？没当嫌吗？那个时代，他已经把最好的给你了。所以现在我常常想念爸爸。我觉得爸爸留给我非常好的遗产，就是非常坚持对错。我非常感谢妈妈，妈妈从小带着我背圣经，从小就带我去野外主日学。不是从我老三空过，我想哪里呢？就是礼拜天主日崇拜，大家都回家了，妈妈骑个脚踏车，那个时代脚踏车叫做替背，不是现在的捷安特的脚踏外嘞，替骨啊，然后我在前面，我在后面，然后妈妈说来去厨房拿一个勺，拿一个锅盖，就到野外，我就负责去讲，小朋友来听故事，小朋友爱整还跟他做不了的嘛，就这样子通通带过来。妈妈说小天你去把小孩都找来。我就负责去整卡了去叫，囡仔拢叫来，来大家围一个圈，妈妈就开始用法兰绒一块板都有一块图画贴在上面，就开始说故事，挪亚方舟的故事，说什么，就是传福音。好，但是慢慢的，我国小大概6年级开始，就跟妈妈就是这样，会手搞嘛是也跳吗？对，妈妈有时候就叫回来说，那个小婷今天这个故事你来讲，我的主细汉，我从国小6年级就开始野外，就开始跟小朋友讲故事。刘三讲古就是这样练出来的，一路这样讲到高中。那时候也曾经很埋怨我的家庭背景，这部书囝足可怜的呢。人问讲恁爸咧创啥，你唔知要怎讲呢？因为你讲部书，伊的想法是西公呢。他不知道什么牧师，还有人说你爸，我说我爸是牧师，牧师可以结婚吗？人家问你说你爸可以结婚吗？那我是怎么来的？你可不可以问别人？你听到说你爸是牧师，你可以问朋友说，牧师可不可以结婚？你问我，你叫我怎么回答？我就觉得那时候真的很孤单，觉得为什么我爸爸做一个很奇怪的行业，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解释。更好笑，那时候要填一些资料，父亲职业是给你勾的，士农工商，那不是啊。我想畜牧业，因为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原来我爸爸是畜牧业。我的背景成长过程，我
有一段时间不是很喜欢，因为同学礼拜六、礼拜天出去玩，我都不可以去，我都要做礼拜。有时候跟爸爸说：“爸爸，我这礼拜可不可以？”不可以。阿伟跟我讲不可以啊，因为想礼拜工伤啊。我说啊，一年那很多会有一年只来1-2次，我一年只有1-2次没来。对，爸爸说啊，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想，谁来？你是牧师的，还是要给他做榜样？无论怎么样，你都要来。所以我真讲，我做主日礼拜，我真的很骄傲的说，我从小到大主日崇拜真的缺席的次数手指头10根数得完的。无论那一定要做礼拜，一定要做礼拜。我印象中，到我大学毕业，只有大学联考那天礼拜天要考试，我可以不去做礼拜。因为这个圣经上说要顺服执政掌权的，伊叫你礼拜天考试，所以你嘛是要礼拜天考试，无春呢没赛。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是，当你越来越认识上帝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理解我的家庭，上帝给我的是最好的。你会感谢你的家不完美，你会感谢。你的时代很不完美，你会感谢。今天在座的有一些有的小可较侪岁长辈吼，你现在谁念唔到时代，对不？因为较早你做人新妇的时候，拢唔敢讲话啦。因为以前是婆婆的时代，你懂吗？你们做媳妇的嘴巴闭起来，婆婆最大，你要媳妇熬成婆。恭喜你，终于现在熬成婆了。结果现在发现是什么时代？媳妇的时代。你有没有发现？基本上你做婆婆的嘴巴闭起来，不要得罪媳妇。看呢，我看到做人媳妇不要得罪婆婆，我当了婆婆不要得罪媳妇，那弄是我。感恩，哇！人类历史上只有这一个黄金时代。你正好跨在中间，多好你度掉。麦克我哪加拍文？什么是平安？耶稣我留下平安，就是你会在你的时代看到你的价值。我们真的很感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曾经活过打电报的时代。天哪，打电报呢？我们曾经在那种出国打电话。母开始好，母讲好啦，唔通够好啊啦，赚钱啦，我就挂断。哪有现在赖随便你讲？没有啊。我们以前我们都会有。他说刘牧师，我们以前怎么谈恋爱？电话费很贵呢，打电话响3声，然后挂断。为什么响3声？我爱你啊。你也听到3声挂断，那个是摩斯密码。你再打回去，然后呢，响4声，为什么？我也爱你。谈恋爱是这样谈的，你知道吗？你没办法想象那种年代，上个月贵点去，多穷啊！可是现在回忆那个时代，好甜蜜。什么都没有的时代，好甜蜜。看在吃不饱、吃不饱的时代，现在回想。好甜蜜！现在是吃不下的时代，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月饼一个来切好几块，没有人要吃。我们以前月饼来也是吃好几块，因为太多人等着吃。不一样。现在回想，天哪！以前没有洗衣机以前我煮饭夹煤球拿扇子扇现在回想，好甜蜜。较早无手机，俩餐呢灌豆杯啊。好甜蜜！现在的小孩去玩具反斗城，整个房间都是玩具，他怎么说？好无聊，好无聊，什么都有，越多越无聊。我们什么都没有，好好玩。我们看到历史的演进，幸不幸福？太幸福了，真的。你看过那个战争以后的年代到现在，太幸福了，没人像咱这样好命了，对。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为你的时代感恩，这叫做平安。
你越来越体会到，我之所以是我，是一件多棒的事。我以前是不喜欢我，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到现在是每天要投100个3分球，我太喜欢篮球了。我的女儿帮我弄手机的时候，设的代号叫疯狂的篮球迷，所以我现在问 Siri， 他就说疯狂的篮球迷，我能为你做什么？我真的很喜欢打篮球，我曾经觉得我好羡慕 Michael Jordan。我们那个年代 ，Michael Jordan 从罚球线跳起来就可以灌篮，我觉得我要像他这么厉害就好了。我现在一点都不羡慕他。我如果这么厉害，根本没有人想跟我打篮球，你懂那个逻辑吗？我如果像姚明这么高，不用跳就灌篮，好幸福哦！我请问你，谁要跟你打球啊？没有人要陪你玩啊，就你一个人玩就好了。你想高，你想弱。我现在突然发现，上帝，我好感谢你啊！我就是随时到哪边去，程度跟大家都差不多，充满了乐趣。永远找到对手，永远有下一个挑战的目标，人生好充实啊！我以前很羡慕别人家很有钱，冰箱打开满满的，我们家冰箱打开没东西。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的人生要这么悲惨？现在我说，哇，上帝，我好感谢你，因为我看到很多很有钱的人，他们不快乐，因为快乐是有一个过程，从无到有才会快乐。你一出生就什么都有，你不知道什么叫快乐。我就开始感谢，我感谢上帝，我的爸爸是最棒的爸爸，我的妈妈是最棒的妈妈，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家庭，我的才干，我的恩赐，我太感谢了。我喜欢音乐，我非常喜欢音乐，从小在教会，所以我很羡慕那个音乐很好的人。我小时候，在家里有自己学一点点钢琴，但是没有很厉害。后来我带年轻人，我们教会有一个青年，国小6年级，他现在是5月天的演唱会的弹 keyboard 的，他也得奖，有什么金钟什么的，我不知道，反正他有得奖，很厉害的年轻人，国小6年级就超厉害的，他国小6年级就已经是雅马哈的老师，不是学生，老师，他已经考到那个最高级，然后已经可以教人家了。耳朵真恐怖，绝对音感。你知道什么叫绝对音感？我咧弹吉他拢要调音嘛吼，你若出去拢免调音，你他妈调高一点、低一点、高一点，他的耳朵就天生，就是他听声音就知道这个音是什么音呢、你用藤丝啊讲哇，你就知道是什么音就对了。耳朵就是跟机器一样精准，哇！我好羡慕他。我说，哇，你音乐太强了。他就跟我说，刘牧师，代志唔像念头想的这么简单呢。他说，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我说为什么？我唔捌跟人去唱 KTV， 迄主头到尾拢噪音，各来宾掌声鼓励，迄谱啊是变那水落去，难听啊！对，因为我们听都很好听，我听不出来他走音，你懂吗？但他的耳朵跟机器一样，所以那个音差一点，一个定定咧敬拜弄逆卡尾，什么叫逆卡尾？头前有一个拉小提琴呢，一直逆卡尾，再高一点，那个再高，差一点点，再高一点，我们都听不出来啊，所以我很快乐啊。后来我就懂了，音痴最快乐啊。家己唱歌拢总主头个拢噪音，家己拢无感觉，那种人最快乐。他想怎么唱就怎么唱，他从来不觉得我唱歌难听，或者觉得我唱歌有问题，他完全没有那个 sense 啊，快乐的不得了。我懂了，亲爱的朋友，什么是平安？你要懂得享受你自己的人生。你照镜子，你要说：上帝，我感谢你。我真的太棒了，为什么太棒了？因为我是独特的。信仰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创造，安排你的一切，你的基因、你的才干、你的恩赐，
神那个就最适合你的。你要是再聪明一点，那你就是别人了，你就不是你了。所以求主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平安，神把我们放在家里面，你的身上有爸爸的 DNA， 有妈妈的 DNA， 还有一些隔代的 DNA， 还有一些上帝给你的，综合成了现在的你跟我。我们不需要是最厉害的，我们也不需要是最漂亮的，但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都是最有价值的。这就是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这三个人的个性完全不一样。但上帝说：“不管你是谁，你们看到亚伯拉罕，我也是他的神；你看以撒，我也是他的神。亚伯拉罕是穷，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以撒是很乖，叫你躺在祭坛上杀掉，安尼也去啦。啊，乞丐这条真正讲到袂白想诶，没有脑啊，叫你干嘛你就干嘛。上帝说：“我是以撒的神。”连娶某嘛是讲，唔免啦，你替我是敬就好啊啦。人都替我敬，连某你也替我敬就好啊。啊，佫唔是因爸去敬，我叫因家的外劳去敬呢。叫他们家的太老回故乡，选一个回来啊，就结婚了。这是什么人生啊？上帝是以撒的神。最恐怖是上帝是雅各的神。哦，雅各就怕坏，喜欢骗人，喜欢占小便宜。这个人很会计算，干凶啊，很奸诈，对，哦，什么都是为自己好。他在伯特利足坛，你去读那段经文，这世界上有这种人。上帝啊，你要保守我，我如果赚钱，啊，我如果什么都好，我就在这里就逐一座坛，就来纪念你的好处都是你的。好，我这样讲好了，说，我们两个来开一家公司，钱都你出，事情都你做，赚钱你分我，我就感谢你。你这个脸笑，你是讲什么啊？雅各就是这种人，他跟上帝，你去看圣经记载，就是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因为被他妈妈宠坏了。历史上最早的妈宝就是雅各，对不对？最早的分期付款也是雅各，对不对？先享受后付款。他娶了那个拉结，本来要娶拉结，后来丈母娘骗人者人恒骗之，拉班骗他，我把你灌醉，另个王叔叔给你看，掀起了你的盖头来，怎么是你？我要妹妹什么送姐姐，就出来了。我都今嘛年节春节买一送一啦，我不是要这个不要紧啦，没关系，你之前为我工作7年才换这个，对不对？来，我们一种新的叫信用卡，你现在就是说，你先拿回家，你先取回家，后面再7年再还我就好了。信用卡这现金炸了乌啊啦，就是这样。雅各这么糟糕，后来受不了了，觉得我斗不过你，拉班哇，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人比我更高，算了，来去。所以惜家带眷，可是回去要遇到哥哥，怎么办？很聪明，来仆人放在前面，想在红包的对家来啦，红包送礼一群仆婢带着礼物，他哥哥如果来说这谁的？他说你弟弟要给你的，再走又第二关，你弟弟要给你的，一路都送礼，最后呢，把他比较不爱的姐姐生的儿子先放在前面，然后最后是他比较爱的太太跟他生的孩子放在后面，他自己呢，最后而且还过亚伯渡口，意思讲，阮哥哥若变面杀，一路若抬到这时阵，至少还阁一条河，我要走拢还阁会赴。圣经上人类历史最早的渣男的起源就在这里，怎么会有这种人？这什么男人？他就是这种人，上帝都受不了。所以派个天使跟他摔跤，但上帝说：“我是雅各的神。”就是
不是你要多优秀多好，上帝才会爱你。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你是亚伯拉罕，神爱你；你是以撒，神爱你；你是雅各，神爱你。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所以保罗说：“我夸我的软弱。”什么意思？就是说，魔鬼，我这么烂，你咬我啊！神就是爱我，你想怎么样，我就气死你。我们可夸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太有安全感了，我们是被接纳的。而这种神学在哪里实践？在家里。所以基督徒要学会好好的经营家，接纳。先生回来，不要管他一个月赚多少钱，先生回来，他就是家里的头。父爱则母敬，你尊荣他，这个爸爸他被尊重，他爱你，妈妈就会很有安全感。母敬则子安，这个家就不一样。但愿我们大家真的要明白，平安是从家开始。这个时代，魔鬼一直在破坏。魔鬼现在做的就是把家拆掉，不婚不生，然后不亲，家人不亲，这就是魔鬼的诡计。所以基督徒要知道，平安是从家开始的。所以敬畏耶和华的，你看，你再回去看这段描述，这是现代人最需要的。敬畏耶和华的有福，什么有福？你今天敬畏上帝，你要得到的。耶稣说：“我留下平安。”什么是平安？就是你要吃劳碌得来的。家里在学什么？家是劳碌的地方，你知道吗？家是什么地方？你在家看到什么？就是看到爸爸在挣钱，妈妈在整理家。家就是劳碌，没有人可以吃闲饭。圣经上说不要吃闲饭。圣经上说，你们自己知道该怎么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当中从未懒惰，从未白白吃人的饭，这圣经的原则。家是什么地方？从小要学会倒垃圾，从小要学会做家事。现在最悲惨，我觉得台湾最大的危机就是不让小孩做家事。恐怖的不得了，我可以告诉你。我在美国，为什么去美国？因为我接受国外的邀请去当讲员以后，我就发现上帝的世界那么宽广，我应该要多出去了解上帝的世界。所以我出去，我开始发现我需要多去外面，更多的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上帝。所以我去巴西，去阿根廷，去菲律宾，去新加坡，我去澳洲，去纽西兰，我去很多地方。等我现在在美国服侍以后，我就想到说，我应该要把台湾的孩子多多邀请到美国来，让他们看不同的文化。上帝有重用3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旧约结束的但以理，一个是保罗。这3个人的共同特色就是多元文化。摩西学了埃及的，埃及就相当于今天的美国嘛，就当时最强的国嘛。摩西学了埃及的，又保有他自己的母文化。但以理被掳走了，在巴比伦上班，他受巴比伦的教育，在那边上班，把他年轻的岁月一辈子都贡献给巴比伦。但是他一日三次面向耶路撒冷，2个文化，他没有忘记他是谁。保罗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维护传统，跑去逼迫司提反，但遇到耶稣以后，他整个被翻转过来。他也是2个文化，他是罗马文化加上犹太人的文化。我就知道一件事，上帝要重用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有东西文化，要有2种文化，你的世界才会宽广。所以我们就办营会，我们在圣地亚哥有营地，我买了2个营地，然后就鼓励台湾的年轻人去，而且我不要大量，耶稣12个门徒，我们就招15个人而已，让他慢慢的去体验，我们好好的带他。我们2025年去年刚办第1届，结果我真的是吓呆了，因为营会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的营会这样，营会也特别
无人要煮互你食啦。我早就看破啦。即摆少年啊吼，你搁煮甲偌好食，就甲你嫌啦。我咧歹命咧，家己煮。所以从这里到美国去，5个人一组，告诉你们的预算多少钱，去超市自己买菜，回来自己洗、自己切、自己煮，啊，歹食家己嫌，无我的代志，很恐怖。那些女生吼，指甲都有去做指甲，哦，做足水的，切菜的时阵5支镜头，放在那个砧板哦，放在那个砧板上，安尼，哦，弄到咧剁鸡扒呢，我切菜用指尖扣着刀背，再怎么切都不会切到手。我不过现在给他改啊，所以我当大家那人切菜，不会切到手啊，你看那切，哦，被他惊死，很恐怖啊。那他就说，牧师，菜刀怎么拿？没有拿过菜刀。我说你帮忙扫地，怎么扫？扫把给他，这个东西怎么用？拖把给他，这个怎么用？全部不会，全部不会。高中喽，在洗衣房赖，妈，给你视讯，洗衣机怎么用？妈妈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你先按这个，再按这个，再按这个。他们说，卖公手洗哦，洗衣机没有用过。最夸张是最后一天，我说好，我们要准备走了。我说，为什么有一颗西瓜还在那边？你知道为什么？不会切，不夸张，不会切。我西瓜拿过来，怎么可能不会切？来，你来切。西瓜在这里，你木工哦。拿那个刀子锯那个西瓜皮，说皮好厚，我说不是这样啦，哎呦，就这么简单，这怎么就这么简单？来，西瓜放着，刀就这样，咔，就这样而已嘛，掐，全场鼓掌。我吃到62岁，我唔捌切西瓜用拍扑啊，夸张，真的绝。就是这个画面，我说来，剩下你们自己切。哦，这次运会学到什么？切西瓜。圣经上说亲手做工。什么是家？家简单，教他自己洗衣服，教他怎么垃圾分类，教他怎么拖地，怎么扫地，怎么用洗衣机，怎么买菜。所以我在美国的教会，我们小朋友3岁5岁，我就来牧师带你们去超市。来，我告诉你怎么分辨鸡肉、猪肉、牛肉，你要看得出来呀。然后这个叫什么菜？这个叫什么菜？某书带回幼班，转去超市去买菜。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教育太失败了。这是家要做的事。家是教你勤劳。咱这做老母的哦，够歹命。坑下就好啦，我等下较细，你害死他了。因为圣经明明说，不做工就不要吃饭。啊，他这里有说，啊，他说呢，这里他很清楚的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对不对？他说，因我听说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行，什么工都不做，假霸营营，你管营书。圣经上就讲这么直接，要做工。家是什么地方？家是勤劳的地方。所以在上一页的 PPT 就是给我们有看到啊，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人没有劳碌，他吃东西不快乐。他自己劳碌，他吃，他就会满足，这是上帝的定律。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学会自己养活自己。所以在美国18岁，父母不养他，很明显，在美国说，你都18岁了，我为什么要养你？你要读书自己去贷款，贷款将来赚了钱自己还，为什么都是我要养你？所以他们的孩子很独立，
很有责任感，遇到事情、遇到问题，他就自己解决。我们的孩子遇到问题不会解决。有一个妈妈拜托我说：“牧师，我让我的孩子去那边学习。”我说：“但是你孩子几岁啊？”他说已经15岁了。我说15岁哦。他说拜托了，再过几天就15岁了啦。我说因为15岁才能坐飞机嘛。我是说，好了，没关系啦。既然你一直希望他能够来，就来。来了我真的昏倒了。他再过几天才14岁，他妈连他几岁都搞不清楚，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几岁，他也以为他已经15岁了。然后我说你要独立，自己坐车来。我跟他讲怎么做，结果到了以后我找不到，出动全教会的人到处找这个人，在圣地亚哥到处去找，找到半夜12点多，打电话也不通，吓死了，我几乎都要报警了，不知道怎么办。后来终于电话通了，他睡着了，然后呢，他下错站了。对，你下错站，你就应该要第一时间赶快跟牧师联络嘛。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所以你就会发现怎么办？我们真的爱这些孩子，我们就看到一定要怎么样帮助他、训练他。这些孩子就是韩剧看太多了，跟他聊天说：“你在学校怎么样？很好啊，我们老师很喜欢我啊。”我说：“哎呦，不错哦。”老师喜欢你，功课很好哦。说：“哎呦，你不懂啦，不是那种喜欢啦，什么意思？意思说他老是暗恋他就对了啦，这样子，你就觉得怎么办？我怎么跟这些年轻人沟通啊？到底你们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啊？”圣经上说，亲手做工，因为我们为他们做太多了，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打 game 永远活在虚拟的世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家是什么地方？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什么是平安，什么是有福，敬畏耶和华变为有福。什么是有福？吃劳碌得来的。传道书也是这样说，所罗门也是这样说，说人生最大的福气是你跟你的妻子享受你们赚来的，不管多不管少，自己做的就享福。然后呢，说到儿女围绕在身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配偶，有儿女。我相信在座的长辈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会有这种照片挂在家里。去洋人的家里面一进去，一定是你们学一件事，去任何洋人家里第一件事情去看照片，请他介绍他的家人，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进到家先看，哇，你这照片这是谁啊？他就给你介绍，这是我的谁，这是我的谁，这他几岁的时候啊？这张是怎么样？这张是怎么样？洋人的男生皮夹里面，你还讲说，哇，你怎么样？你的孩子几岁了？他一定是皮夹拿出来，嘿，我给你看，这是我的孩子。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永远把家庭摆在第一位。我们要学习平安从家开始，为你的孩子祷告。让你的孩子尊重家庭，尊重长辈，然后享受婚姻，愿意养儿育女。我知道不容易，我知道是真的，在台湾这个时代养小孩是很辛苦，但是你真的要相信上帝的定律。你养了这个孩子，神自然会供应他。我其实刚刚在跟牧师聊天，我说我们教会应该扶持教会少年啊，哪要生政府补助偌济，我给你double安尼，哇，应该是这样子，鼓励教会的年轻人多多生育我觉得教会要看重家其实真正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将来回天家。上帝自始至终都是用家的观念，我们生在家里，死了进神的家。耶稣说：“我是你们的长子，带领许多的兄弟进神的家。”耶稣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是一个家。所以我们大家真的要明白，在这个时代，你要有平安。希望教会是家，
教会也来 support 每一个人的家。如果你家里面有问题，教会来为你祷告；如果你家没有温暖，你来教会这个家给你温暖，然后 support 你，将来你自己再去建立一个有温暖的家。这就是容神一人，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最后再来复习我们的主题经文，我们就来祷告。好，我们再念一次，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要结婚要生小孩的人，不要忧愁，不要胆怯，神的恩典够你用。愿神赐福你们教会，我们也来为你们教会的建堂的计划来祷告，希望你们教会在这里不是一个教堂，而是永生神的家。人家进到你们教会，就是进到上帝的家，我们就可以把平安带给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大家聚集在这里，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再次被提醒，对，我的家不完美，很多问题，可能爸爸的个性，可能妈妈的习惯，可能我们的亲子关系，可能夫妻关系、婆媳问题，我们家很不完美，但我们真的是愿意为我们的家感恩。我们要学会怎么样爱我们的家，我们学会怎么接受不完美，我们学会怎么样在家里面勤劳劳碌，我们学会怎么样在家里面大家彼此接纳。我们学会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管我们多么糟糕、多么有限，但你的爱会改变我们，你的爱会带领我们，你的爱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你。愿主施赐福教会，特别为这教会要建堂，主啊，你来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不只是一个新的漂亮的建筑物，更重要的是里面的建造，弟兄姐妹关系的建造，圣经真理的建造，每一个人连结于元首基督。主，你是我们的父，我们要称你为我们的父，你称我们为你的儿女，并且你说你像新郎，我们像新妇，你永远用家的关系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愿主赐福我们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在圣经的真理中得到耶稣留给我们的平安。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让我们今天都能够再一次领受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个平安，从我们的家开始，所以我们好好的回去以后就开始好好的爱我们的家人，从我们这个爱开始。那个刘牧师他今年带了2本的书回来，从美国带回来。对比较硬的哦，那个说每一本是200哈，如果说我们刚刚听了，我们觉得说对我们很受益，那我们可以透过这2本书再一次来帮助我们自己哈，让我们对神的话语能够有更新的认识。那我们也很感谢哈，今天在我们当中有3一家教会，对不对？也有那个头城长老教会牧师，还有哪一间教会是我没有因为我不清楚说我们当中还有其他的哪一间教会，有没有稍微除了刚刚讲3一家教会头城，那还有呢？这边呢也一样都头城的呀。欢迎哈！我们再一次鼓。我们明天我们那个早上主日礼拜一样的刘牧师为我们来分享神的讯息。那明天的下午1点1点嘛我们1点还有另外一堂所以说欢迎老丁招老卡阿母招阿爸都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平安，让我们能够
不单单领受神的平安，我也将这个平安带出去，让更多的人来领受神的平安。好，我们再一次将荣耀归给神。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聚会就到这个地方啊，感谢主。那有需要这个书的哈，那就到后面去买。如果你们买了书，想要有这个作者的签名，也可以过来给作者签。